2025年嘅頭3季咧，我哋香港整體罪案係有66,585宗，同舊年即係2024年嘅同期比較咧，係下跌咗4.9%。呢個咧係繼上一季我哋下跌咗4.2%之後咧，係再持續進一步咧係回落嘅。破案率係26.3%，呢個係同舊年同期係相若嘅。暴力罪案有6,559宗，下跌咗16.4%。其實大部分罪案都係錄得下跌，部分咧更加係再創歷史嘅新低，係包括爆竊案、行劫案、傷人及嚴重毆打案。而錄得主要升幅嘅罪案咧，係只係有嚴重嘅毒品案，係有935宗，比舊年同期咧係上升咗9.6%。而其中大約1/3咧都係涉及伊托米子，而升幅咧亦都主要係同伊托米子有關嘅製毒同埋販毒案咧係所帶動嘅。而涉及伊托米子嘅案件方面咧，今年頭3季有749宗，我哋拘捕咗919人，同舊年同期比較咧係分別上升咗9倍同埋7倍。而檢獲嘅數量咧，亦都由舊年頭3季嘅大約5萬粒煙彈，係升到今年同期嘅大約28萬粒煙彈。呢個除咗反映吸食伊托米子嘅嚴重性之外咧，亦都反映咗我哋執法嘅成效。至於詐騙案方面，今年1至9月嘅詐騙案係錄得32,142宗，同舊年同期咧係相若。涉及嘅騙款咧係有56.4億，比舊年同期下跌咗12%。另外，我想講下政府喺打擊黑工，即係非法勞工方面嘅工作。我哋喺9月份咧係成立咗跨部門嘅反黑工專責組，以加強協調唔同部門喺制定策略、強化情報搜集、嚴厲執法，同埋咧係協調宣傳同埋教育工作入邊咧係多管齊下。反黑工專責組成立之後咧，入境處已經即時係推出咗一個舉報非法勞工嘅熱線，係38615000 38615000。呢個專線推出至而今咧係大約1個多月嘅時間咧，我哋入境處亦都收到超過350個相關嘅舉報。喺執法方面，自從我哋專責組成立以來咧，入境處聯同其他部門一共進行咗係超過2000次呢啲打擊黑工嘅行動，係拘捕咗130名嘅黑工同埋46名嘅僱主或者協助及教唆嘅人士。今年至今咧，我哋執法部門已經採取咗多次針對性嘅行動，係包括針對外賣平台，我哋拘捕咗咧係30名嘅黑工同埋24名僱主或者係協助及教唆嘅人士。另外，針對咧係經內地一啲社交媒體宣傳，聲稱可以嚟香港提供一啲化妝啊、裝修啊、攝影等等唔同服務嘅黑工咧，入境處係透過網上巡邏同埋放蛇嘅行動，拘捕咗24名黑工同埋咧係3名僱主或者協助及教唆嘅人士。